at Inspiration Learning Center。又係我 Inspiration 數學科課主任同大家見面時間。今日我想同大家講少少速算嘅問題，因為我哋話喺一個4、5年班嘅題目裏邊，好常見要學生用一個快捷方法去處理啲特定嘅數學問題。嗰啲同學就會諗：咦，點做呢？就咁樣直接去計140乘以99，我相信一般4年班嘅同學都知道點樣用普通方法去處理。但係唔知道如果學校或者老師硬性要求你用速算嘅方法去處理嘅時候，應該即係想你點樣做？其實所謂嘅速算就係指我哋要將其中一個數或者其中嘅兩個數變成一啲嘅我哋姑且叫做齊頭數啦，啲容易計算嘅組合。例如99，我哋會好容易聯想到100呢一個數。而聰明大家應該知道，140乘以100，其實就係將140呢一個數後邊再直接加2個零嘅意思。而由於我哋只係乘緊99，咁即係意味住我哋係多咗一個140，所以我哋需要喺14000呢個數裏邊減翻140出嚟，我哋就能夠計到相應嘅答案。所以我哋將呢件事簡化嚟到講，其實140乘以99，如果老師要學生用速算嘅方法處理嘅時候，即係意味住想學生寫成140乘以100，再減去多咗出嚟嘅140嘅意思。呢個就係一個速算嘅技巧。嚟緊我會繼續同大家講一啲比較 tricky 嘅數學問題，我希望大家能夠多多支持，多謝。